大家知道人工智能咧同埋數據應用嘅浪潮咧席捲咗全球，因為香港社會服務界咧帶嚟咗變革同埋機遇嘅。我哋必須找緊呢個科技嘅發展，透過科技嘅賦能咧，將呢個嘅高質量嘅發展咧，由宏觀嘅願景轉化為咧提升服務效能嘅實質動力，亦都咧積極嘅對接國家15嘅規劃同埋開拓呢個嘅服務嘅新嘅局面。大家咧要認識 AI 同埋使用 AI 咧，呢個係十分之重要嘅，所以呢個係一個挑戰，都係一個機遇。等我哋咧都多謝社聯今日搞呢個 forum 啦，令到我哋咧可以有機會咧再去思考各種嘅服務模式，令到咧我哋開拓到同埋建構咧更加有效嘅營運模式。20年、30年之後，點樣可以令到佢哋喺香港住得更好呢？我哋而家可以諗定啲服務點樣可以提升到，用到 AI 去將我哋產能去提升咧，就會日後會更好。咁希望咧大家可以喺今日嘅會議上面咧可以去學到多啲，跟住思考多啲。科技是為人服務的，所以最大的這個願景就是科技向站能共享發展，能讓科技應用到每一個領域，不讓每一個人去落後。那我們在探索的一些領域呢，也是非常多的。其實了解 SSV 的知道，就是我們的實驗室也非常多，我們一些實驗的產品中心啊，包括其他探索的方向啊，包括我們對於科學家的一些支持啊，對於碳中和的一些探索啊，其實都還是比較多的。SSV 的大方向，包括其實騰訊本身是做什麼？是做技術、做連接的。就是我們不會脫離我們公司的一個本業務，所以呢，我們更多的是希望用數字化的技術去建立整個信息啊、內容啊、資源的一個連接，去幫助包括我們社福界的、包括我們 NGO 啊、公益組織啊，能夠更好的去服務受助人。As we're thinking through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AI in social service organisations, the first one for me is really strong. Don't ignore AI. Your staff and volunteers aren't ignoring AI. They'll be bringing it into your workplaces and into your work anyway. So it's really important to give those staff and volunteers guidance on how to use AI. Be led by the needs of communities you serve and the voice of lived experience. So in our world, don't start with AI. Start with what is your organisation's mission, what are the needs of your communities, how migh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AI be able to help in the service of that mission. ASPAS 高峰會咧設有一系列嘅專題研討會、圓桌會議同埋工作坊，我哋匯聚咗700個業界嘅專家，共同去探討 AI 新時代底下咧，我哋業界面對嘅種種挑戰同埋機遇。今年咧，我哋特別設有咧1對1嘅諮詢，由中國內地、澳洲、新加坡同埋本地嘅專家親自去解答大家種種嘅難題，應對社會需要，同時協助大家數碼轉型嘅。科技發展咧唔應該咧淨係局限於單純嗰個技術嘅升級，更加係需要實踐以人為本嘅人機嘅協作。S+ 高峰會係透過至善共創，將科技智慧同埋社會發展結合，彼此交流學習，共同去推動社會嘅可持續發展。最後，衷心感謝參與高峰會嘅嘉賓、講者同埋合作伙伴，同我哋社會服務界同行共創呢段科技領航嘅旅程。